好，咁多位又係我 Elise， 今次介紹嘅登山背囊只需要65。點解首先講咗價錢先呢？專業嘅登山裝備呢，其實一個背囊咧可以接近千幾甚至係2000幾蚊。但係當然，如果一般嚟講，我純粹係業餘行下山，其實呢一個65蚊嘅背囊性價比係非常之高㗎。留意，其實佢腰帶都有。咁如果你話係唔係未到重型啦，中重型嘅話咧，其實佢嘅負重咧都會比較好嘅。可以睇下成個，亦都有翻透氣喺背部有個透氣嘅，所以大家係可以嚟咁多間分店睇下呢個登山背囊。咁佢個大細其實都容量都會比較高嘅，比較大，亦都可以喺底開到嘅。佢開露營就會知㗎啦，可以喺底嗰度開咧，攞嘢係比較會方便。嗱，擠鞋各樣嘢，咁所以圖多多歡迎咁多位過嚟望下啦〜